新手爸爸媽媽由零開始，捉住 BB 嘅最佳入睡窗口，哄睡變得好簡單。我係 Jenny，你專屬嘅嬰兒睡眠顧問。你有冇覺得氹 BB 瞓覺簡直好似一場戰爭咁呢？ BB 點都唔瞓，喊到撕心裂肺，抱住、搖住、餵住都係唔肯眯埋眼。媽媽呢就攰到喊出嚟，爸爸企喺隔籬呢就束手無策，最後全家都筋疲力盡。但係都冇辦法令到 BB 瞓着。如果你正喺度經歷緊呢一種哄睡地獄，我係完全明白你嘅感受嘅。可可細個嘅時候呢，就係咁啦，氹佢瞓覺，佢唔單止喊，仲會拼命掙扎，扭嚟扭去。當時我真係懷疑，點解氹 BB 瞓覺咁難嘅呢？我做錯咗啲咩呢？結果後來我研究完，發現一個關鍵，BB 係有一個最佳嘅入睡時間窗口，只要捉準嘅時機，BB 就會好似一個小天使咁樣自然入睡，不哭不鬧，放低之後5至10分鐘就會瞓着。但係如果錯過咗嘅話呢，就會開啟一個崩潰模式，全家人都咪使旨意再瞓啦。乜嘢係最佳入睡時間窗口呢？簡單嚟講，BB 嘅清醒時間係有限嘅。當佢進入到啱啱好想瞓嘅狀態嘅時候呢，就係最佳嘅入睡時間。如果呢個時候帶佢去瞓覺，佢就會輕鬆入睡，好似一隻小貓咁樣溫順咁樣眯埋眼。但係如果錯過咗呢個時間點嘅話呢， BB 就會進入一個過度疲倦嘅模式，反而會變得超級難哄睡，甚至開始崩潰大喊。就好似大人捱夜去到一個極限，本來好眼瞓嘅，但係過咗一個點之後，反而變得超級清醒。BB 嘅身體都係咁樣嘅。當佢過度疲累嘅時候，體內會釋放出過多嘅壓力荷爾蒙，結果反而更加難入睡。所以爸爸媽媽嘅任務就係觀察 BB 嘅入睡信號，喺啱嘅時候帶佢去瞓覺。點樣知道 BB 係想瞓覺呢？其實每個 BB 嘅入睡信號都係唔太一樣嘅。呢4個徵兆最常見。當你見到呢個行為嘅時候呢，就要開始睡前儀式啦。第一，打喊露。當 BB 開始打喊露呢，就係一個睡意啟動嘅信號。如果打喊露嘅時候頻率越來越高，代表佢嘅電量就嚟耗盡啦。呢個時候帶佢瞓覺係最容易成功。第二，眼神呆滯。原本活潑好動嘅 BB 突然之間變得發呆，眼睛無神，唔再專注。呢個就係疲倦嘅超級明顯徵兆。如果再拖落去嘅話呢，佢可能會開始變得煩躁，甚至進入崩潰區。第三，捽眼睛、掹耳仔。有啲 BB 呢會下意識咁樣捽眼睛、掹個耳仔，甚至撩個鼻仔。呢啲動作呢，其實佢嘅身體同你講緊嘢，我就嚟撐唔住啦，快啲俾我去瞓啦。第四，情緒變得煩躁。本來玩得好地地嘅，突然之間變得暴躁，想發脾氣，點抱都唔啱，咁樣代表佢已經過累啦。如果再唔帶佢瞓覺嘅話呢，下一步就係無限大喊嘅模式啦。點解掌握入睡時間窗口咁重要呢？你可能會諗，只係等多一陣啫，真係有差別咩？其實真係差好多。如果 BB 啱啱處於喺嗰個最佳嘅入睡時間入睡，佢嘅身體仲未進入過累嘅模式，咁樣佢就能夠更快、更安穩咁樣瞓着，而夜間醒來嘅次數就會變少。但如果拖過呢個時間嘅話呢， BB 嘅壓力荷爾蒙就會開始作用，結果就係更加難氹佢瞓覺，更加容易夜醒，哭鬧嘅時間變長。呢個就係點解要掌握入睡黃金時機，係要令到 BB 好好瞓覺嘅關鍵。Jenny 嘅小技巧，點樣輕鬆掌握 BB 嘅入睡時間呢？第一，記錄 BB 嘅清醒時間。每個月齡嘅 BB 清醒時間都唔一樣，記錄 BB 通常清醒幾耐之後會開始攰，咁樣你就能夠提前準備睡前儀式，避免錯過入睡窗口。第二，提前10至到15分鐘開始睡眠儀式。當 BB 出現困倦嘅信號，唔好即刻擺上床上面，而係開始睡前準備，例如換睡衣啦、調暗光線、播白噪音、唱一首固定嘅瞓覺睡前歌。咁樣 BB 就會更加容易進入放鬆嘅模式，自然咁樣準備入睡。第三，觀察 BB 嘅反應，調整節奏。每個 BB 嘅入睡窗口都唔會完全一樣嘅，試下調整一下入睡嘅時間，睇下咩時間佢最容易瞓着。
早上、下午、晚上都唔同，通常早上嘅清醒時間最短。結論係點樣令到 BB 輕鬆入睡呢？要觀察 BB 嘅入睡信號，唔好等到過累嘅時候先氹佢瞓覺。記錄清醒時間，提早10至到15分鐘準備睡前儀式，掌握最佳嘅入睡時間窗口，減少哭鬧，提升睡眠品質。當 BB 能夠喺啱嘅時間點入睡，爸爸媽媽氹瞓覺嘅壓力就會大大減少，夜晚都會輕鬆好多。如果你對 BB 嘅睡眠又或者以上嘅內容有任何問題，自行入睡課程嘅同學可以直接 Line 或者 Telegram 我比較快，其他嘅讀者請留言，我全部都會回覆。想學習完整嘅14晚自行入睡計劃同埋小睡訓練，並且獲得2年內無限1對1諮詢，點擊描述欄嘅網頁，睇下免費課程嘅試看部分，你將會揾到幫助全家安睡嘅方法。祝你同埋 BB 都能夠瞓個好覺。Dreams so lovely, dreams so